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玉婷。没错，今天又要在家里创作我的油画 Vlog， 那也是我下一支 cover 歌曲的创作。那这一首歌其实跟我平常的风格来讲，是一个反差极大的歌，所以今天就不先公布我要画哪一首，等我画完之后呢，再来跟大家解释，大家也可以猜猜看我今天要挑战的是什么歌，然后要画什么样的曲风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已经把桌上的材料都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开始动手画吧。好，那这一次呢，有一个比较新的东西，就是我买了一个这个一次性的调色盘纸，它是纸状的，然后我觉得它很方便，就是它调色完之后直接就撕掉丢掉就好了，不用洗调色盘。因为我的调色盘就是非常的脏，然后它都卡了超多颜料的。虽然这样看起来好像很厉害，有画家的痕迹，但是因为它清洗实在是太麻烦，后来在网络上就看到这个，它还可以这样让你这样勾住，然后直接在上面调色，它也不会透过去，然后还是防水的，所以就在上面直接调色。今天就来用用看好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来挤颜料。那一样要先把我觉得要在上面的颜料挤出来，然后这一盒是新的，膜都还没有开啊！它直接喷到我的指甲上，这好像巧克力酱哦。每次创作都有这种美丽的意外，所以里面还是有一个卫生纸，直接帮我指甲彩绘了。那这个是亚克力颜料，所以它不太像油画一样需要等它干。上一幅惜别的海岸那一幅就是画超久的。好，颜料差不多挤好了，但挤得好丑哦。好的，现在我把它打了一个暗色调的底，就是第一层的打底。感觉出来应该是一首比较黑暗的歌，比较重一点，所以我今天用一个咖啡色不同的咖啡色做一个渐层的打底。那我们就把它吹干，继续画下去。第二层加深一些细节的打底做好了，可以看到我加了一些紫色跟橘红色，让它的底更有细节。现在我要来把这幅画的主要结构先定好位置，我要直接勾这个黑色上去，可见这是一个大胆的创作。这个调色盘还蛮好用的，等一下呢，很期待它做完之后就可以整张把它丢掉。好，刮取了一些颜料，然后就要把它再勾上去。这只手很像鸡腿放在这边，然后我在调色的时候不小心就把我的手也一起刮到，好智障哦！我的这一层看不出来是什么吧的东西，抽象画，很明显今天就是要画抽象画。那这个
还看不太出来要表达的意思，那就继续来完成咯。现在呢，要轮到白色的，那一样是用一种很豪迈的方式把它给挤上去，做一种用刮刀做出来的抽象。白色，然后再把它勾上去。这里有一些用刮刀做出来的泼洒的感觉，但是我在家里就比较不敢再尝试那种用喷的，所以就用刮刀慢慢的点缀。那这一整幅基本上也都是用刮刀居多，所以我现在要雕刻一些细节，让整幅画更有重点。其实我觉得这蛮重的，跪在这边手会蛮痛，好像是要这样。正确的拿法要跪在这个小手臂上，但是手会很酸。好，继续来创作下去。好，那我的画作呢，差不多95%完成了。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大概的结构是这样子。然后接下来要再完成最后的5%，就是它更细，要很近看才看得到的细节。完成了！我今天呢非常有效率，有没有看到？噔噔，这是今天的抽象画。然后今天这首歌呢叫做《爱我你会死》，就是艾瓦列系这首歌其实很酷，就是平常我不太会去尝试这样的歌，尤其是它中间还有一段 rap 的部分。那这一次呢的 cover 是要来重新诠释这首歌。那当然在创作的部分，我来讲解一下。艾瓦列系他这首歌就是有点在讲江湖上的兄弟的爱情。所以就是我是一个危险的人物，那你不要爱我，不然你也会跟着我一起死。但是呢，我天不怕地不怕，之类的这种有比较有quick call的这种歌，那也是新式台语歌。我觉得我在画作上想要呈现的是，一直想到是偏黑暗，但是又不想要太黑暗，因为我这次改编的曲风不是照原曲这样子很重的，是比较轻一点的女生的角度，所以我把它弄一个中间色调是咖啡色，然后还有我觉得紫色对我来讲就是代表比较阴一点的颜色，所以我就用了比较大量的紫色。那中间的细节的部分，其实就是所谓的里面一些纠结跟矛盾的心情，还有最中间视觉最中间这个桃红色代表女生的心情，因为我是女生，对，我是女生，因为我是女生来翻唱这首歌，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不同的感觉，所以我特地加上了我的颜色，也有点像玫瑰花瓣的感觉，因为我用刮刀，然后很随性的把它刮出一些随机的色块，然后这一条呢是串了整张画的一个精髓吧。我觉得它的格局就已经是比较直的，所以我会用一个柔一点的虚一点的线条去做整张画的综合。好，那今天的爱我你也是
这首歌就这样完成了。清晨莫打紧，期待一下我的 cover 上架吧。那今天就完成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